咁啊，剛剛啦見到台上權證咧向男方示意一個紅牌嘅，咁啊因為咧佢係一個服飾唔合規格嘅原因，所以咧會被罰扣1分嘅。Round 1第一回合。好，埋身之後啦，紅方嘗試做一個背摔，好做唔到之後啦，咁啊雙方分翻開之後，比賽繼續。埋身頂膝，推翻開，打拳腳。再嚟攬住咗之後啦，有冇摔嘅動作出現呢？冇，推翻開。好，咁啊紅方選手埋8角先，權證示意，因為要進行一個讀秒。咁啊，剛剛點解會出現一個讀秒呢？因為男方選手咧去擰轉頭想逃走啊，呢一個係被視為一個消極嘅動作啦。咁啊，為咗保護翻運動員啦，咁啊，所以咧會進行一個讀秒。咁啊，起翻身，比賽繼續，想做一個轉身 back kick 啊，咁啊，但係轉唔到之餘啦，自己失重心跌倒。起翻身，比賽繼續。好，攬埋咗之後啦，頂膝。咁啊，男方啊，馮家朗想做一啲半腿嘅動作啊。咁啊，謝柏忠俾佢 kick 跌咗之後啦，但係起翻身冇問題嘅。比賽繼續。好，咁啊，嘗試做一個頸鎖，咁但係失重心啊，未鎖中之前咧，雙方一齊倒地，咁啊分翻開之後起翻身，咁啊亦都留意翻啦，啲拳小心啲，唔好打到後路啊。End of round 1，第一回合結束。Second 收，助手離場。Second 收。Round 2，第二回合。好，咁啊扣住咗之後啦，咁啊一個 kick 跌咗嘅動作啊。好，起翻身之後，比賽繼續。埋身頂膝，好啦，咁啊見到之後冇乜有效嘅動作之下咧，權證分開。咁啊見到呢個回合啊，見到阿謝柏忠啊個戰術啊有啲轉變咗啦，主要係埋身啊想做一啲摔搭嘅動作啊。咁啊，見到啊馮家朗啊做咗2、3次嘅轉身 back kick 啊，但係個距離唔啱嘅關係啊，所以都打唔中啊謝柏忠啊。咁啊起翻身，比賽繼續。好，扣埋咗隻手之後啦，有冇動作？咁啊分翻開。
咁啊，見到啊馮家朗做咗幾一頂膝啊，埋咗身之後。好攬埋咗，箍頸冇動作，分開。咁啊，見到馮家朗想做一個 cut down 啊，咁啊，但係打唔中目標。哦 ，end of round 2，第二回合結束。好，現在宣布比賽結果。1號裁判紅方20，藍方16。2號裁判紅方20，藍方17。3號裁判紅方20，藍方17。勝出嘅係紅方選手謝柏忠，恭喜晒紅方選手。跟住係紅方代表 MTS Muay Thai and Fitness 嘅關仲賢。關仲庭啊，唔好意思。好，咁啊，講解完一個簡單拳例之後啦，咁啊，比賽隨時開始㗎啦。好 ，Round One 第一回合。咁啊，見到關仲庭啊，咁都好淡定啊，睇準嚟打。好，咁啊，起翻身之後，比賽繼續。Stop， 咁啊，拳證示意紅方選手埋八角先，咁啊進行一個讀秒。好，咁啊讀秒過後啦，咁比賽繼續。
咁啊，見到啊文仲禮啊，頭先一架直撐腳都中咗目標嘅。仲有10秒鐘。End of round one， 第一回合結束。Second 收，助手離場。Second 收。Round two， 第二回合。好，今日紅方選手請埋八角啊，權正示意一個讀秒。好，今日讀秒過後，比賽繼續啦。咁啊，嘗試啊，文仲禮做一個轉身 back kick 啊，咁啊，但係中唔到目標。咁啊，見到關仲庭呢個距離感嘅比較好嘅，咁啊每每咧文仲禮做一啲拳腳擊打咧都可以閃開之後進行還擊，我捉佢嘅嘗試，咁啊未能成功啊！好，紅方埋八角，權正進行讀秒。好，今日讀秒過後，比賽繼續。好，咁啊，權正示意比賽終止啊！咁啊，出現一個 TKO 嘅。好，咁啊，恭喜晒紅方關仲庭。